最近買咗少少新嘢用，就嚟新年，所以我都買咗2盒紅色嘅貓眼。兩隻色嘅貓眼我都幾鍾意，因為佢哋唔係好鮮艷、好浮誇嘅紅。一套4隻色嘅蝴蝶結貼紙。紅色呢一款蝴蝶結貼紙個顏色係屬於暗紅色，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個暗紅色好易襯。貼紙好薄身，黐力都好足夠，所以幾蚊嚟講性價比極高。買咗3包閃石，細細粒用嚟點綴下啲指甲款都好唔錯。